兰州的一位朋友订购2台啊，这个通上电的，这个是60伏款的，这个是120伏的。他要的是全新电源改装的3.2英寸铝合金款，这2个是铝合金的外壳。下面呢，咱们就开始装外壳，4个铜柱都已经装上去了，然后底角呢也装上去了，提手也装上去了。下面就是前后面板，后面板很简单啊，前面板就稍微麻烦点，咱们跟着音乐来看一下。我幽闷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。穿过幽闷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。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多远，就该这